为了传达往来不只是食果肉利益，而是自头到尾拢当充分利用的农业循环经济。伫工业技术研究院媒合之下，台南老爷新旅甲嘉义往来山合作，共同推出联名餐饮活动。锁定迄个十几道料理，拢是将往来入菜，迄个是运用往来醋、往来酵素所精心打造的，让大家享受美食的同时，嘛为环境尽一份心力。那整颗凤梨呢，它是完全没有这个农业废料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理。那我们希望呢，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凤梨全果来跟我们的这个餐台上面的菜呢一起来做入菜。那大家可以享受到这个凤梨的美味，同时呢，也可以为我们的这一个经济环保来做一份心力。一颗凤梨它会有60片凤梨的叶子，那这个凤梨叶子它可以去做到我们台湾很棒的有机的这样子的时尚端的纺织品之外，还有凤梨皮革，所以它的应用端非常的大。那回到了我们的落实生活里头，又以吃这样的绿色生活来去做落地的实践生活。今天我们很期望开心可以大家感受得到，打造了一个全国应用的落地的生活的起端。会中饭店的副总嘛以总铺赛中班当场调制一道坚果蜜往来沙拉，嘛照出提醒无闲的现代人，迄个是定定食外口的民众爱伫你的餐盘，加注意吸收蔬果等营养素，其中往来入菜就是重要的角色。像例如我们的甜蜜蜜凤梨啊，它的维生素 A 就比较高，然后像甘蔗凤梨膳食纤维就比较高，那金钻凤梨呢就是维生素 C 是比较高的。那除了吃凤梨鲜果有营养价值，事实上凤梨心它也有非常多的营养价值，还有凤梨筋。那筋是埋在土底下的，那凤梨筋它有丰富的凤梨酵素，那这些酵素呢其实都可以萃取出来做成生技产品啊，还有就是医药保健、美妆等等的商品。所以其实凤梨的营养价值是非常多元、非常应用性是非常广的。今仔开始一直到8月13号的活动期间，除了消费满额会当参加手作往来签名的家子袋啊以外，翕相打卡分享，也有机会抽资本老爷大房，欢迎贺康到小报。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